王爷，出事了！出事了，王爷！东盟，何事让你这么紧张？奴才也是刚刚得报，在京城外王爷的庄园里有26个汉奴集体逃跑了。什么？26个汉奴集体逃跑了？是，他们在逃出庄园大门时，还杀死了2名守门的旗人家丁。你说什么？还杀了本王2名旗人家丁？反了天了！对这些逃跑的汉奴将如何处置？多蒙，你听着，这26个逃跑的汉奴，一个不留，格杀勿论。王爷，这些人可是能卖一大笔钱呐！要是杀了，是不是太可惜了？本王宁可损失点钱，也要杀一儆百，让这些汉奴再也不敢生逃跑的念头。去吧。慢。哎呀，季度啊，你为什么全都要杀死啊？杀1、2个领头的就可以了，人杀多了，京城会有议论的。我这是按照大清律法办事，您刚才也听见了，他们集体逃跑之时，杀了2个儿子的旗人家丁，那我能放过他们吗？哎，快去，愣着干什么？快点！快！快！我实在跑不动了。走这边。来，快！站住！快！站住！快！看你们还往哪逃！事到如今，弟兄们，跟他们拼了！对你们这些忘恩负义、不知好歹的家伙，必须要杀光！杀！京城吧。京城？我爹有个发小，是朝中重臣洪大人家的管家，他叫郑德海。只要我们能找到郑叔，咱们就有救了。好，我们去找郑叔。哎，找郑叔去。走，快走。走。这2个漏掉的人果然进了京城，总算找到他们了。走，跟上他。来，阿坤，洪府，来，就这儿了，就是洪老爷家，快走。怎么还不开门呢？哟，你们找谁呀？我找德海叔。找我？德海叔，我不认识你们呢。德海叔，我叫王宽，我爹叫王全刚，他说您叫他刚子。王全刚，刚子，来，进来说，进来说啊，来，进去。洪承畴的府宅啊，好啊，2个逃奴进了洪承畴的家。哼，什么？你爹是简亲王家庄园的家奴？是啊，我爹前几天就死在那庄园里，他是被活活累死的。叔，那简亲王的庄园，他简直就不是人待的地方。等会儿，你们是从王府庄园逃出来的家奴？对。
我们一共26个人，一起往外逃，全被他们杀光了。王府的人现在到处找我们呢。那王府的人跟在你们后面吗？没有，他们不知道我们来了京城。哦，哎呀，孩子，这点银子你们拿着，来拿着啊！阿宽，叔不能留你们了，你们快走吧！啊，阿宽，这怎么办呢？叔，我们出去只有死路一条啊！叔，你看，这个字是去不掉的。叔，你就看在我爹的份上，救救我们吧！孩子，不是叔不帮你们呐，我不能连累我们家老爷呀。按大清的律法，窝藏逃奴与逃奴同罪呀，这可是砍头之罪呀！不行，你们得赶紧走，真的赶紧走！哎呀，叔，求求你救救我们！叔，求求你不要赶我们走，叔，求求你救救我们吧，叔！我呀，叔啥也不是。叔，救救我们吧，叔！我也给你磕头了。哎呀妈呀！孩子，快起来！孩子，你快起来！快起来！孩子呀！孩子啊！不能连累老爷呀！我给你们磕头，求你们了！老爷，他们我都听见了。赶快先给他们拿点东西吃，洗个澡，换身干净的衣服。老爷，您不得收留他们，建清王府要是知道了，你会招来大祸呀！哎呀，别说了，他们此番出去，就是死路一条，而且这姑娘还怀着孩子呢。老爷，快给老爷磕头啊！谢侯老爷，谢侯老爷！哎呀，谢侯老爷！起来吧，快起来！德海，快起来吧！老爷，东王，你看清楚他们逃进的地方，就是洪府。回禀王爷，千真万确。奴才就怕有闪失，在那儿盯了好一阵子。奴才亲眼看见洪府的大管家把那2个逃奴领进了大门。奴才仔细看，绝对没看错。苍天有眼，帮我拔掉这颗眼中钉。本王要亲自去捉这个窝藏逃奴的罪犯。马上集合人马，出发！你们好大的胆子！这里可是洪府。老爷，洪大人，不好意思，打扰了。简亲王大驾光临，有何贵干呐？洪大人，我的2个逃奴逃到了你府上，我是想将人带回去。逃奴？哪有逃奴啊？德海，在。家中可曾见过逃奴啊？老爷，没有见过逃奴。洪大人，我想你的这个老管家还不知道逃奴的事吧？我的手下可是亲眼看见逃奴逃到了贵府。若是洪大人不想将人交出的话，本王可是要进去搜查了。哎，洪大人，我可以进府了吗？简亲王，本官在朝是正一品，你要搜查本府，可有皇上和太后娘娘的手谕或者口谕？你凭什么呀？我就凭我大清这条铁的律法，逃人法。本王给你个机会，你自己将人交出，这样事情解决起来对你有利些。
若是让本王强行搜出了陶奴，你这窝藏陶奴的罪，恐怕就没有什么回旋的余地了。燕青王，你真的要强闯本府搜人？没法子呀，洪大人你拒不合作呀。如果搜不到人，你想好退路了没有？王爷，奴才肯定人还在里面。洪大人，本王可是给过你机会了。若是我搜不到人，你可以以擅闯朝廷命官府宅罪告我；若是我搜到了人，我怕你这条老命就保不住了。搜！搜！哎，你们让开！你们！哎。哼！老爷，走！饶了我们吧！饶了我们吧！求求你了！王爷，王爷，王爷饶了我们吧！抓到了！王爷饶命啊！王爷，饶了我们吧！建亲王，我听说你已经杀了20几个陶奴，这件事你觉得好笑吗？好笑啊！我笑你干了违法的事，还想蒙混过关。洪大人，你这不是又给自己找了条罪名吗？你可真是天真的过头了。不错，我的确是天真。我以为简亲王会有一点人味儿，不会丧尽天良，赶尽杀绝。洪大人，你这可是冲着大清的律例来的，小心呐！这些狗奴才，我要杀要卖，那可都是由我呀。好，既然可以买呢，那么老夫就请简亲王你开个价，我想将你这2个家奴买下。洪承畴，你老糊涂了吧？同我谈买卖。来人呐！来，把他给我抓起来！谁敢动？你们这帮混蛋，敢抓我家老爷！来人，把这个狗奴才也给本王抓起来！谁敢动？洪大人，让你的这些亲兵都乖乖的退下吧。若是他们敢动手，本王向你保证，一个不留。小孩，退下！老爷，还不快退下！哎，退下！简亲王，我看你到时怎么向皇上和太后娘娘交代？交代？洪承畴，你应该想想你对朝廷、对议政会议、对大清律例怎么交代吧。把这4个人全都给我带走！带走！撤！洪大人，请吧。洪老爷，洪老爷，老爷，王饶命！王爷！哎呀，激动啊！你把洪承畴给抓起来了。阿玛，这可是个天意呀！我们一直想把洪承畴赶出议政会议，这次绝不能放过他。哎，激动啊！
你把洪承畴关在府里，你就被动了。您怕什么呀，阿玛？洪承畴他罪名确凿，今儿是天晚了，儿子没法将他送到刑部。明儿个一大早，儿子大张旗鼓、名正言顺地把他送到刑部。洪承畴窝藏陶奴，简亲王抓住了洪承畴，大事，天大的事啊！这确实是天大的事。阿玛，要不我也不会这么晚把您老叫起来跟您老商量此事啊。阿玛，这可是除掉洪承畴的绝好机会啊，咱一定不能错过呀，阿玛。阿玛闹得有点乱，不过我觉得你帮议政会议立了大功了。您这才刚刚睡醒啊，阿玛。是这样，皇上一定会得到消息赶回来，皇上也一定会保护洪承畴。议政会议怎么同皇上周旋？我们爷儿俩好好的议议。今年究竟是怎么了？这大清朝廷真是不得安生。董小宛进宫的事还未了，北方还在大旱，南方却是大涝。唉，这一次，一品大员洪承畴又窝藏陶奴。哼，窝藏陶奴可是死罪呀！按大清律法，是个死罪。可洪大人是朝廷命官呐，又是太后娘娘和万岁爷的器重之人，谁敢要洪大人的人头啊？再说了，洪大人他是碰上这事儿了，他也不是存心想窝藏这两个陶奴啊。刘光彩，哀家听你的意思，好像有点为洪承畴鸣不平。奴才不敢，奴才只是说，洪大人他是碰上这事儿了。那个姑娘怀着孩子，洪大人是不忍心看着两个年轻人被简亲王处死啊。刘光彩，你是汉人，你同情洪承畴呢，哀家可以理解。但哀家告诉你，就因为这两个陶奴，议政会议就会要洪承畴的命。什么？洪大人被抓了，他可能要被杀头。娘娘，事情很严重，皇上已经得报，正在回宫的路上，估计黄昏时分便能回宫。皇上回来了，皇上回来，事情就好办了。皇上一定会立即下令释放洪大人的。娘娘，刘公公有话让奴才转告您。刘公公有话？刘公公要说什么？说吧。柳公公，扣扣是我最信任的人，有什么话不妨直言。娘娘，刘公公说最好不要有旁人听见。扣扣，你先出去吧。是。有什么话？刘公公到底让你说什么？说吧。娘娘，刘公公说皇上恐怕不宜太快下令释放洪大人，皇上处理洪大人之事要万分冷静。议政会议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，若皇上龙颜震怒，率性而为，这局面怕对皇上不利啊。刘公公，为什么让你来说这些话？因为皇上最听德妃娘娘的话，刘公公意在请娘娘提醒皇上妥善处理洪大人之事。宫中局势复杂，刘公公是万分忠诚万岁爷的，但若直接向皇上进言，会激怒皇上。皇上最信任的洪大人被抓了，英统领也不在，眼下能帮皇上的只有娘娘一个人。我明白了，麻烦柳公公过去帮我谢谢刘公公。刘公公这是为皇上尽忠，娘娘不必言谢，
娘娘也不用对皇上说起刘公公提醒之事。柳公公聪明，刘公公的忠心，皇上和本宫会记住的。是。先下去吧。这。刘光彩，皇帝何时能回来？回太后娘娘的话，据奴才估算，万岁爷大概在黄昏时分便可回宫。你去查清楚这件事的原因始末，尤其要查的是，郑亲王同此事可有牵连，明白吗？太后娘娘，奴才已经派人去查了，奴才一定要查个清清楚楚的。太后娘娘，臣等7位议政大臣一致认为，洪承畴之罪应该一律立斩。但念在洪承畴对我大清屡有功绩，且深得皇上的信任，所以我们决定做些让步，留下洪承畴的人头。即便留下洪承畴的人头，洪承畴也还得锒铛入狱。但念洪承畴年事已高，恐难受牢狱之苦。议政会议认为，可以对洪承畴从宽处理，罢免其所有官职，回乡终老。太后娘娘，这是议政会议对洪承畴一案做出的最大让步，请太后娘娘圣裁。太后娘娘，议政会议出于对太后的无比忠诚，所以毫无保留地交出了底牌。上奏皇上的时候，议政会议会要求皇上立斩洪承畴，臣等都断定皇上会断然驳回，而后达成罢官免职的结果。议政会议的苦心，万望太后能够理解。洪承畴一案，万望太后圣裁。请太后娘娘圣裁。郑王爷、敖大人、索大人，哀家感谢你们对哀家的信任。洪承畴一案证据确凿，无可辩驳。但你们也认识到，这件事同皇帝关系密切，如何说服皇帝接受议政会议的处理意见，恐怕会费一番周折。刘光才估计，皇帝会在黄昏时分回宫。皇帝一回宫，哀家就和他商讨这件事。太后娘娘圣明。这个嫉妒真是可恶，他竟敢上折，让朕亲自下去杀了洪承畴。可恶，狂妄！朕恨不得杀了这个嫉妒。万岁爷息怒，简亲王是依律行事，并无过错。万岁爷不能惩治简亲王啊。是，他可是依仗着大清三法，朕怎么敢杀他？朕怎么能够杀他呢？朕只是说说罢了。刘光彩，你也是汉人，你说，洪承畴为了救下2个可怜的汉人逃奴，这有何罪？他该问斩吗？万岁爷，奴才就斗胆说句心里话吧。奴才非常钦佩洪大人，奴才认为洪大人无罪，更不该问斩。好，你有如此的见解，朕很高兴。刘光彩，朕实话跟你说吧，朕想借此机会，彻底废除对汉人的极其不公、极其残酷的三法。
万岁爷要废除三法呀？对。哎呀，如此势必会惊天动地，引发一场大争斗啊！没错，一定会惊天动地，一定会你死我活。洪承畴一案如何处置？皇帝有什么想法？皇娘，儿子的想法是立即无罪释放洪承畴。洪承畴无非是救了2个逃奴的命，皇娘，当时的情形下，洪承畴不收留那2个汉人逃奴，他们一旦出门，肯定会被简亲王的家丁杀死。简亲王嫉妒在此之前就已经下令杀了20几个逃跑的汉奴。这些情况额娘都知道。听说嫉妒有奏折上奏皇帝，皇帝你看奏折了吗？儿子看过了。简亲王嫉妒，想奏请依大清律例将洪承畴斩首。简亲王真这么说？的确如此，他简直是狂妄至极。儿子现在恨不得砍了他的头。皇帝，这件事不可以冲动。简亲王依照大清律法处置他家的逃奴，又同样依照大清的律法，将窝藏逃奴的洪承畴送交刑部。即使他上奏斩首洪承畴，也都是有法可依。皇帝凭什么杀嫉妒的头呢？皇娘，儿子刚才说的是一句气话。儿子不会杀了嫉妒，更不会跟嫉妒在这件事情上过多的纠缠。只要议政会议放了洪承畴，这件事情就算过去了。放了洪承畴？你以为简亲王敢动这么大阵势，将洪承畴送交刑部，会同意无罪释放吗？额娘就告诉你，议政会议已经专门为洪承畴这件事决议过，8位议政大臣全都同意依律问斩。当然，他们也知道要杀洪承畴并不那么容易。皇娘，议政大臣知道儿子和您非常赏识洪承畴，他们也知道洪承畴为我大清做了多大的贡献，可他们却还敢集体决议斩杀洪承畴，这说明什么？这说明他们已经事先安排好，已经有了计划，他们想坐地起价，他们想逼儿子就范，逼儿子罢了洪承畴的官职，让洪承畴回乡养老。既然皇帝能意识到议政会议是坐地起价，而且真正意图并不是要洪承畴的人头，额娘真是不胜欣慰。皇娘对此事是何旨意？请明示儿子。刘光才、苏娜，你们2个先到外面，哀家有话要同皇帝讲。是。刘公公，我看这皇上和太后娘娘若谈不拢，可能会吵架的。皇上现在比以前稳重成熟多了，我看呐，不会轻易吵架。议政会议交旗印的日子越来越近，皇帝千万别在这个节骨眼上和议政会议发生冲突。额娘的意思是，洪承畴失去官职就失去官职吧，让他在家休息些时日，也都未尝不可。等皇帝正式亲掌2黄旗印之后，再找个什么理由重新启用洪承畴，到时的阻力就会小很多。当然，你想恢复洪承畴的议政大臣是绝对不可能。可不是吗？一旦儿子把洪承畴罢免了，日后再想恢复洪承畴的原职，那定是难上加难，且会引起更大的混乱。这件事，皇帝要懂得控制自己的情绪，忍痛妥协。额娘想提醒皇帝，洪承畴同皇帝的2黄旗印比，孰轻孰重，你应该明白。
皇额娘，儿子明白您说的了，儿子会好好处理洪承畴一案。儿子待会儿想去看看洪师傅，儿子想把洪师傅从牢里接出来，先把他安顿在一个小院里看守着，因为洪师傅年事已高，他一定承受不住披枷带锁，所以儿子恳请皇额娘能够答应儿子的请求。起来吧。皇帝的这个想法，让洪承畴既可以免受皮肉之苦，又给了议政会议一个信号，让他们在审洪承畴时心里有个谱。谢谢皇额娘。小婉，你带着重病到慈宁宫给皇额娘请安的事情，朕知道了。你受委屈了。皇上，小婉没事。咱们还是先说说洪师傅的事吧。小婉知道，皇上现在最担心、最焦虑的就是洪师傅的事。皇上一定很忧心吧？皇帝确实越来越沉稳，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。看来洪承畴的这个事件可以妥善解决。皇上去钟粹宫看德妃，必然会跟他聊到洪大人的事情，德妃也一定会劝皇上稳妥行事。德妃的话对皇上还是有作用的，这就又加了一层保险。不错，皇帝最爱听的是德妃的话。让姑姑最头疼的也是这个德妃。小婉，这件事想必你都已清楚，你认为朕该如何处理这件事情呢？皇上想知道小婉的想法。朕想知道，朕想听听你的真实想法。那小婉就用皇上方才讨价还价的话来说吧。这议政会议和简亲王说要一律杀洪师傅的头，这是坐地起了一个天价。而皇额娘认可保住洪师傅的人头，但罢其官职，其实就是一种妥协。皇额娘想做的主要是让议政会议可以顺利交出两黄旗印。可小婉知道，皇上是不会同意洪师傅被罢免的。如果洪师傅成为废人，将意味着皇上的失败受挫，且往后皇上的日子恐怕也会更加艰难。看来你对洪师傅一案做了充分的分析，已经有了应对的良策了。小婉一个女人，哪懂什么朝廷大事啊？只是小婉了解皇上，所以知道皇上会如何做。你知道朕会如何做？皇上不信呢，那小婉猜猜看。好啊，你说。若小婉没有猜错的话，皇上待会儿会去见洪师傅，皇上会让洪师傅写一份奏折，奏请废除三法。小婉，你如何知道朕所想？小婉哪知道皇上所想，小婉只是瞎猜罢了。而且小婉还知道，皇上不仅会让洪师傅写奏折，皇上还会暗令朝廷当中的其他汉人官员，让他们一起请奏，联名上书废除三法，对吗？不错，朕确实想暗中派几个汉人官员上奏。你要知道，现在汉人官员中早就有废除三法的声音了，像陈明夏、金之俊，还有钱谦益等人，早就在私下同洪师傅议过此事。如果他们联名上奏朝廷，可在朝廷内形成更大的声势。朕就是要满朝文武官员对废除三法之事大议3日。
皇上这样做，恐怕又会引起朝中的风暴，皇额娘恐怕又会头疼了。皇上可有想过最坏的结局吗？最坏的结局能有多坏？无非就是洪承畴罢免所有的官职，赋闲在家，无非就是两黄旗印交接不顺。皇娘和朕说，旗印跟洪师傅比，洪师傅就是卒，让朕丢卒保车。但朕认为，洪师傅不是卒是车，朕一定要保住洪师傅。那皇上的意思是，要违背皇额娘的旨意了，坚决保住洪承畴。皇上可要慎重想想。皇额娘知道此事之后，一定会很伤心的。而且皇上这么做，究竟胜算有多大？此事事关重大，皇上要三思啊！万岁爷，洪大人来了，快请。洪大人，请。皇上，罪臣叩见皇上。洪师傅，快请起。皇上，您不过就是救了两个可怜的人，何罪之有？回皇上，当时老臣救下那两个逃奴，就知道以后会有麻烦。只是臣不曾想到，这个麻烦竟然会如此之大。老臣获罪事小，死不足惜，但因此连累了皇上，让皇上在议政大臣面前左右为难，臣深感愧疚。看看咱们这对君王臣子，臣子做了一件臣子应该做的事，可他就要担心着给君王惹上麻烦。那帮王公大臣的权势，真像是凌驾在朕的皇位之上。洪师傅，咱们坐下来谈吧。谢皇上。洪师傅，朕现在还不能立刻下旨释放你，你还要在这儿委屈几日，朕一定要保护你。皇上，老臣能够走出牢房，住在这里，已经是皇恩浩荡。这几日，老臣正好多读点书，为皇上筹谋。朕命你今晚便写一个奏折，递上来，奏请废除圈地、头冲、逃人三法。皇上，真的准备变法了，但时机不对呀。老臣刚刚惹下祸，老臣应该回避才是。本来朕是没有打算这么快将此事提上议事日程，但他们想置你于死地，还想进一步的控制朕，朕正好借此事对他们迎头痛击。皇上您废除三法之事，不知太后娘娘是何态度？皇额娘给朕明确的表态，她说不可以轻举妄动，更不能废除三法。那么皇上为何还要老臣上折废除三法呢？要知道，没有太后娘娘的支持，三法是绝对不能废除的。皇上这样做，岂不是将自己推向更加凶险的境地吗？洪师傅，三法朕必须废除，这件事情朕谋划良久，不可以再拖。纵然有千难万险，朕也要一试。皇上既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，想必也一定预料到了各种可能。既然如此，老臣又岂能畏首畏尾、瞻前顾后呢？好，臣定当今晚连夜写出奏折，痛陈三法的弊端。好，后天是例行朝会，朕要在朝会上下旨，令大臣们大议三法的弊端。
为日后废除三法，大造声势。陈大人，借一步说话。陈大人，皇上派人让咱俩写这份奏请废除三法的折子，这份荣光让金某人激动的真是彻夜未眠呢。金大人年轻气盛，感到更多的是荣光。老夫经历了些风雨，这心里是沉甸甸的压力啊。陈大人不必担心畏惧，兴许不仅是我们俩，还有其他人写折上奏。畏惧？金大人可小瞧老夫了，何来畏惧？老夫连生死都已置之度外，为了这一天，我陈某人等了太久了。知郡失言，陈大人明断形势，方感压力。不过我看皇上决心很大，废除三法应有胜算。皇上若是胜了，这大清的历史便朝前迈了一大步。此事必将载入史册，为后人传颂。若是败了，你我也就舍身成仁了。待会儿朝会上，我相信大多数的汉人臣工都会支持咱们的奏议。儿子给皇额娘请安。起来吧。谢皇娘。皇帝这么早就来请安，今天不是有朝会吗？不赶着去太和殿，却来慈宁宫请安，是有什么事吗？皇娘，现在离上朝的时间还早，儿子有几句话想同皇娘说，说完便去上朝。有什么话说吧。